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中油的前執行長徐漢涉嫌貪污，昨下晡伊破壞到電子卡寮，佇個屏東棄保逃走。檢警已經掌握到伊逃亡的路線，講伊逃亡的過程周密，而且設定真濟斷點。檢警甲海巡署已經布置天羅地網，要防止伊逃走出境。前中油的執行長徐漢電子卡靠信號無去的地點，就佇咧萬巒鄉公所附近的中正路。員警找攤商民眾一個一個來問，想要找出徐漢逃亡路線的相關線索。一定是躲在山裡面，偷渡有可能。這邊到東港就是半小時，他半個小時就到了。徐漢涉貪煞棄保逃亡，轉來到伊佇咧高雄男子的厝門口停的轎車是女朋友的，佇咧失蹤進前，厝邊閣甲兩個人有相照問。不像呢？為什麼你會覺得不太像？因為他出於他經常去屏東廟啊，這邊住了很久時間，他很孝順的一個孩子，不知道怎麼搞會這樣。徐漢涉貪交保了後，互限制出境出海，限制居住，嘛是死科技監控，所以佇咧一審宣判進前來逃亡。那當然是啊。徐漢最後向法院完成電子報道的時間是昨暗時，加長剛早起9點佇咧大個所在，甲朋友相照問了後，無到5點鐘，人就佇咧屏東萬巒失聯。檢警全面追緝，將押個逃亡路線發現，伊敢若成為做營高鐵站搬火車到屏東的潮州，閣坐計程車到萬巒破壞電子卡口，過程設真濟斷點。若過去互看做是偷渡的熱點，包括台南的安平港、高雄兩個港口，閣有屏東東港甲鳳港，攏可能是坐桶仔偷渡出境的所在。不過嘛無排除人也閣秘佇咧國內。我們這個燃燒是沒有臭味，只有燃燒。徐漢為中油的基站做起，一路互牽繩做到執行長，北互人講做是幽靈的模範。法院發布通緝令，檢警海巡加強巡查，全面啟動來圍捕，防止伊走去國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